感谢主的恩典，甲咱三甲同在，赐阮伫咱的日子。经过的日子，得上帝的看顾，咱会当伫今仔日，搁再一届来到上帝的殿中。伊是主，永远的主，伊是看顾，也是引带，掌管宇宙万物所有一切的主宰。咱会当三甲做伙来到伊的殿中。上帝应允人伫基督的教会内底都有荣光。圣经讲，毋是教会需要咱，是咱需要教会。因为上帝一切丰盛是借着教会来显明出来，要教会会当诚做天甲地的烧念。咱今日三甲有份同齐伫这个教会，伫台南市的教会，伫台湾的教会，伫全亚洲、全地球这个教会，是要连接人甲上帝当中的疼痛。上帝亲自借着基督来成就救恩伫咱当中，咱回应伫伊的疼，并且遵行伊的话，互咱会当诚侪荣耀的教会。礼拜堂会无去，但是上帝的国，伊的教会会永远长存。所以咱同齐三甲伫主的面前来献上感谢，感谢上帝，互咱会当甲伊同齐做伙伫伊荣耀的教会内底三甲有份，也奉主耶稣基督名来宣告。咱要诚侪上帝荣光的见证，也求主继续赐阮伫咱当中。今日下晡伫圣安圣教会要有正式的开设礼拜，咱仰望上帝亲自赐阮引带咱，互安乐圣教会、互圣安圣教会、互土世的教会，拢会通见证上帝伫咱所徛起的世代。同齐开声来感谢、来宣告，请。圣在，至圣的主上帝，你的听，甲阮同在，保守引带阮，你的恩典，你的能力，伫阮的身上成就一切美好。主啊，我要感谢你，要将上赞而乐、荣光归予你。你是主，你是信实的上帝，你亲自保守、引带、照顾你的百姓。耶和华，这是荣耀的教会，是至圣至权的教会。主，你亲自引带阮。保守阮，互阮伫你的听内底，甲你三甲有份，甲你同齐行荣光的路。主感谢你赐福的一切，愿上赞而乐，荣光归予你。愿你伫你的百姓当中成就一切关乎你名荣光的代志。主世界为家己祈祷，为了正圣道祈祷。主安乐圣教会诚侪一个荣耀教会，领受上帝的听，分享上帝的听，甲上帝的三甲有份。主啊，你也继续保守看顾，甲你的百姓三甲同行，所有你的百姓的内面，主啊，你的百姓明白、尊敬，甲主你同行。主啊，是所有一切的教会，所有一切的荣光，乃是要借着上帝你的教会所显明出来，互天顶地下知影，独独尊敬耶和华上帝的人，乃是有福气、有恩典。主啊，我要感谢你。原来魔鬼是一切恶甲歹的合心，总是主阮伫你的面前来感谢你。你赏赐互阮有自由意志，互阮能诚侪上帝你家己的囝儿。主啊，阮会当亲像上帝同款。魔鬼无救阮，天使无救阮，独独阮有你的救阮，因为阮甲你共，甲你三亲像。主啊，来保守阮。引带阮，继续扶持、照顾阮，互阮会当明白这个道理，明白这个真理，毋是干那真理的对决，更加是迄个活命内底，甲上帝你的同行，互阮的活命有能力、有权柄来赢过，因为基督已经赢过了，赢过黑暗的权势，赢过撒旦的威胁。主啊，你引带阮。将上赞而乐、荣光归予你，赐福你的百姓，将荣光来赏赐伫你的百姓当中。感谢主，感谢你的听堂。至圣的主上帝，你的听堂对古早到现在，永远隆重伫地。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信心，阮所有通真放心，甲家己交托予你。你照着你家己美好的旨意。创造阮、竞选阮、路用阮，互阮伫上帝国度三甲有份。
主，我们为这来感谢，阮搁较恳求你，继续施阮帮助阮，互阮倚靠主的能力，甲主你三甲同行，互阮真侪众人的祝福，互阮伫你救恩所享受的能力甲权柄，赢过罪恶，并且用着这个世代，用着阮所徛起的世代来见证讲，天顶地下独耶和华是救主。跟对你的人，就会当脱离黑暗，进入光明，甲主同行。真侪光明的囝儿，真侪荣耀的教会。愿你继续赐阮引带你的教会，互你的正之路、正圣徒，伫主你的引带内底，力上加力，温上加温。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祷，阿门。感谢主。来，请林传领来报告。我完全好，拍摄，谢谢。各位小姐平安。平安。我来做消息的报告。第一，今仔日下晡2点半，伫南华里活动中心要来举行城安正教会开设的礼拜，敬请有登记参加的兄弟，当来献上感恩祭。持续仰望上帝的带领。第二5月10日，后礼拜日就是母亲节，第年度的这个儿童主日。台语堂维持正常的聚会，国语堂将由儿童主日学团队要来主领这个崇拜，敬爱兄弟留意定来代祷。第三，教会招募国语堂招待东港3名。后时间礼拜日上午10点10分到崇拜结束，每月轮值服侍一届，鼓励已经受洗兄弟一同参加服侍，请向专程这个主事来报名。第四，教会招募着国语堂新人关怀的同工，鼓励已经受洗兄弟一同参与服侍，请向关怀组的组长、小亲姐妹来报名。第5，7月16日、7月18日。礼拜3至礼拜5，伫南仔来教会灵修园区举办着南部教区儿童的夏令营，费用自费1300块，原价3200。其余这个剩的部分由教会来补助。招收的对象就是要升国小1年至要升国中1年，欢迎踊跃来参加，请向孟纯传道来报名缴费。6月1要来报名截止。今日补充报告，这是要请敬拜儿乐团。感谢大家平安，平安。1、2，可以。感谢上帝，互咱三甲见面。今日今日足好天吼，今日足好日对无？大家拢好日啦吼，特别咱下晡的时间，用着抱着欢喜心来做参与教会开始礼拜，伫南华里的活动中心，伫今仔日5月7日，叫做武士运动。好，咱教会嘛有一个真水的属灵的运动。哈利路亚！咱伫上帝殿中要三甲来吟诗，咱要对伊来唱出感谢。过去的1礼拜，以前的日子，拢要献上感谢。家己线顶的兄弟姊妹，大家请按做伙来吟诗。只关注上帝，伊是掌管你我生命万物的主宰。咱着愿头转来标记主的面，伊是掌管宇宙的。我主来困难，全地拢着跪拜伊。我主来困难，你的权势是我无比。心何乐只关注上帝，伊用慈悲款待世间，咱唱出感谢。咱着吟诗伫圣殿来学乐伊，伊是咱的主上帝。请起立来，咱
咱着当心，学了只管主上帝，伊是将愿你我生命万面的主宰。咱着越头转来调基主的面，伊是咱的宇宙的。我主来的君王，全地拢着跪拜伊。我主来的君王，伊的权势只管无比。嘿，咱着当心，学了只管主上帝。伊上慈悲宽待世间，咱就主感谢。咱着认识伫圣殿来学了伊，伊是咱的主上帝。咱着当心，学了只管主上帝，伊是将愿你我生命万面的主宰。咱着越头转来调基主的面，伊是将愿宇宙的。我主来的君王，全地拢着跪拜伊。我主来的君王，你的权势只管无比。嘿，咱着当心，学了只管主上帝。伊用慈悲宽待世间，咱就主感谢。咱着认识伫圣殿来学了伊，伊是咱的主上帝。我主来的君王，全地拢着跪拜伊。我主来的君王，伊的权势只管无比。咱着当心，学了只管主上帝。伊用慈悲宽待世间，咱就主感谢。咱着认识伫圣殿来学了伊，伊是咱的主上帝。伊是咱的主上帝。伊是咱的主上帝。咱们来学了伊，对伊来感谢，咱来要来相信全个伊是创造天地主宰，天属伊，地嘛属伊。上帝啊，我们要学了你。天属伊，地也属伊，上帝我们学了你，世界属你，是你给你，上帝我们学了你，咱们属你是寿命，上帝我们学了你，用伊属你，主爱属你。上帝，我们学了你，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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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属你，地也属你，上帝我们学了你。世界属你，是你给你，上帝我们学了你，咱们属你是寿命，上帝我们学了你，公义属你，主爱属你，上帝我们学了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咱的敬拜甲学乐，哈利路亚！因为咱时刻离开袂得伊，因为咱时刻我拢需要主，因为上圣经讲，离了伊，咱拢袂当做啥物。阿门。所以咱用这首恳求的心灵来甲主讲，主啊，随时甲我伫地，我需要你。需要你伫我内面做我的主，做我的瓦克，甲因带。时刻我需要主，你是我的情，只有你的声音会安我心。我需要你，时刻我需要你，我主求你赐恩惠，我来求你，时刻我需要主，可你眼睛无开，哪来乞讨？可你的声，我需要你，时刻我需要你，我主求你赐恩惠，我来求你，时刻我需要主，望你常在，相托宝贵言文，用心主爱，我需要你，时刻我需要你，我主求你赐恩惠，我来求你，时刻我需要主，你我的情，只有你的声音会安我心。我需要你，时刻我需要你，我主带来了恩惠，我来求你，时刻我需要主，可你眼睛魔鬼哪来乞讨？可你的声，我需要你，时刻我需要你，我主求你赐恩惠，我来求你，时刻我需要主，望你常在，将作宝贵言文，用心主爱，我需要你，时刻我需要你，我主求你赐恩惠，我来求你，我需要你，时刻我需要你，我主求你赐恩惠，我来求你，我需要你，时刻我需要你，我主求你赐恩
着来祈祷。哈利路亚，感谢上帝。主啊，这就是我的祈祷，我需要你，我恩主，我需要你，我逐时刻拢需要你，求你来引带，求你来互我了解，使了智慧甲聪明，引带阮前面的路途。哈利路亚，时刻我来就你，时刻我来呼喊你，呼喊你圣主名，耶稣的名，当魔鬼来试探的时，拢是靠着你让来抵挡，会当靠着你来得胜的耶稣宝贵性命，多谢你为着你应允信息的保守，互信靠你人永远无落空，互信靠你人的确得到全人10分的平安。好，主啊，我需要你，时刻需要你，听阮的恳求，听阮的祈祷，在你面前献上，愿你感动，愿你感动。哈利路亚。我歌过来。我问主，我需要你，今天我需要你，我主求你使我归，我来求你，我主，我需要你，今天我需要你，我主求你使我归，我来求你。哦，主啊，谢谢你，哈利路亚。哦，主啊，你的建立的是一个荣耀的教会，是去掉迄个软弱得到刚强，悲伤拄起要得到喜乐，用上帝喜乐的油来温过每一个，互大家拢成做一个强盛的教会每一分子。将无听起主的声音，将声都走啊看见，先请被你给尊严。可是不会讲了声，只应要教会献给各个哈苏，谁的救主会不会？只应要教会献给各个哈苏，谁的救主会不会？听不听见美妙声？战胜美丽的魔鬼，他就来，是应要教会献给我哈苏，这的救主的宝贝，是应要教会献给我哈苏，这的救主的宝贝，把你问给我。
圣至高的主上帝，你要借着教会，互天顶地下知影基督救恩的能力，知影上帝的权柄。原来人毋是靠着你所想事的能力尔，更重要是伊的活命伫主你的内面，甲你同行。伊真侪上帝伫地面上的代表，主，迄就是教会。只有教会会当真侪上帝你的代表，只有教会会当显出上帝国的权力。主啊，伫这个世代内底，阮烦恼美国，烦恼中国，烦恼阮家己的国家，但是主你甲阮讲，毋免惊迄道德的毁败，因为只有上帝你会当伫一暝之间改变世界所有的代志。天顶地下拢会过去，独独你的话语是永远伫地。你甲你的百姓徛起，你讲伫世间阮有苦难，伫世间有惊吓，但伫你的内面，阮有平安。伫你的内面，阮有绝对的稳当。你是信实的上帝，你讲有就有，你命立就立。你互教会徛起伫你的面前。你继续引带你的教会向前迈进，赢过罪恶魔鬼，进入伫上帝你的圣洁，互阮因你的话语徛在，因你的圣洁徛在，因你的圣洁有能力。你甲你的百姓三甲徛起，使阮伫你的正义路身上，互你的正义路伫这个地面上，活出上帝国的权势，伫圣洁当中。活出上帝你的同在，互天顶地下万米借着你的儿女，就是你的教会，会通互人知影，互宇宙知影，万军的耶和华是宇宙永远的主宰，永远的上帝。我靠伊的德行武器，对伊行的永远有胜利，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就在一届拍鼓，将阳光归予主上帝。主啊，愿你得着现在呀，这请坐，咱同齐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勒岛任内受苦，定十字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后上天，感谢你全能的父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的三通，罪得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继续，咱要来启用上帝话，伫诗篇所记载，由我来启兄在用学的时阵，三角来上读。上帝啊，求你怜悯我，怜悯我，因为我的心投靠你。我要投靠伫你实果的荫下，听候灾害过去。我要求告至源的上帝，就是为我成全诸事的上帝。上帝啊，我心坚定，我的心坚定。我的灵啊，你着醒起来。恁着醒起，我家己要极早醒去。主啊，我要伫万民中称谢你。伫咧帮中歌颂你，因为你的慈爱关及诸天。你的诚实达到穹苍。上帝啊，愿你崇高过伫诸天，愿你的荣耀冠过全地。阿门。拄仔对拜五营9点半左右啊，来转来到教会，转来到厝内面。送咱有真好诶，伫即个母亲节联欢会，伫即个社区诶当中，
啊，伫即个当中，因为托尼基的面积是台湾的22倍大，所以若要出去行足侪路啊，上山落海就爱趁早，毋是70岁才出去，你60岁就当开始计划即件代志欠钱欠时间做这代志，所以出去甲转来拢会感冒，我差不多感冒人一半啦，就是体力不支啊，伫遐困。飞机顶困，不一定会困得去啊。我啦，我讲我，所以拢一直冬眠。等下我困一个，超过我从来毋捌困过即个睡眠时间10小时以上。我毋捌困过即款困法的啦。这要12点嘛，要得11点嘛，我袂记得，反正吓一跳，10点多这样子。所以兄弟，虽然安尼付出的心力，但是牧师会当甲咱有真好分享的。保罗行中所行过教会，也当来勉励咱，真做激励咱，针对一个什款的教会？对着唱歌，搁过一摆，真做什么款的教会？荣耀的教会，愿主祝福，请廖牧师。咱请掀开周报第4面。咱同齐来上读今仔日的经句经文，启示录第2章1节到7节。咱三甲做伙来上读，请。你爱写批互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讲：迄正手摕着7星，伫7星金灯台中行走的，讲：我知影你的行为落落忍耐，也知影你袂当容忍歹人。你也捌试验遐个家己称做使徒，却毋是使徒的，看出因是假来。你会当忍耐，为我的名劳苦，并无野心。总是有一项代志，我要责备你，就是你甲起初的疼心离去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对倒位啊对落的，并爱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代志。你若无悔改，我就临到你遐里，甲你的灯台对原处刷去。总是还阁有一项可取的代志，就是你混恶尼高列一党的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混恶的。圣灵正教会所讲的话，见若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要将上帝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予伊食。咱搁再一届额头来祈祷。主平安的上帝，你亲自引带阮，伫即时搁再一届施阮怜悯帮助阮，互阮倚靠主，甲你相同行。主，你的话着正教会来讲明。你讲有耳通听，着认真听，刻铭伫心，行伫生活。安尼就要食活命树的果子。阮感谢你的疼痛，赐阮下面的时间，恳求真理的圣灵甲阮同在，引带阮进入真理的自由、圣洁、丰盛甲得胜。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即届出门的时阵，有真侪兄弟姊妹就甲我讲，牧师啊，我讲安怎？伊讲你去加翕一寡相转来通甲阮讲，甲阮做伙分享。我本来是要去佚佗的，结果变做去上课的。然后你就会了解，这是所谓七经的教会。圣经内底启示录内底讲到这七经的教会，咱可能用几礼拜的时间来介绍这几间教会。这是以弗所，这是士每那、德加摩、推拉、撒狄、腓立、提菲、罗底加教会。那伊的圣经讲，你着写批互以弗所，用安尼，伊会踅一颗链倒转来。所以伫这当中这是伫托尼基的所在所明白的教会。阮第一工毋是去以弗所，但是因为圣经写的第一工是去以弗所，阮是对着北边的时阵往南边所行。
那么这当中呢，伊有所，阮这是要去，伊有所的路林的路林，你会看到伊的山势地形，其实伊非常的富庶伊的山地形吼，甲咱台湾真无相像。土耳其通讲有足侪款的地形，伊有一寡地形是一粒山，就是一粒石头，就是一粒山我然有真侪其他，甲嘛有即款农业的所在。你啊看这就是一粒，这一个山就是一粒石头，安尼对头到落尾就是一粒尔。了后，佫有这树佫有这耕作的所在。伊的山内底，原来甲咱亲像南投共款。迄个款式真像。那么圣经伫这个所在，甲伊有所教的讲，上帝耶稣基督透过使徒约翰，甲伊有所教的讲，你爱写批，互伊有所教的使者，甲伊讲，迄个手摕着七星，伫七个金灯台当中来行走的，安尼讲，上帝是耶稣基督，伊是启明星，世间。所有一切的开始，耶稣基督是灯台，照亮一切的黑暗。圣经伫这当中来描写耶稣基督，咱毋知影毋知影你捌真早起来无？天要光的时阵哦，到尾手抑阁有一粒星会流咧，并且非常的光。迄粒叫做国语叫做晨星。晨星若迄粒光影影的时阵。其他的星差不多光芒拢无，但迄粒星抑阁伫遐，迄就是叫做启明星。意思是啥？黑暗过去啊！有金灯台伫当中，是讲迄个当中光会发出来，安尼黑暗就会无去。所以耶稣基督是迄个除掉咱活命所有一切黑暗、一切的艰苦。圣经伫这个所在讲，我知影你的行为落落忍耐。咱生活内底有真侪代志是咱毋知影，咱毋知影，或者是咱知影，别人毋知影。那咱做真侪工课，有诶时阵，咱伫做这工课诶时阵，别人无明白，别人无了解，咱诶心肝会有一寡诶怨气，咱会伫活命内底会感觉讲是安怎，我做遮济无人知。但是圣经伫这个所在讲，主耶稣讲啥？讲我知影，嘛知影，并且你嘛安怎？所以，伊连续用3摆，上帝甲咱主耶稣甲咱讲，伊知影，来甲身边兄弟姊妹讲，耶稣拢总知，甲伊讲。所以，伊知影你的苦情，伊知影你的问题，伊伫这当中呢，明白你所有一切的需要，伊知影你的行为，伊知影你的忍耐，伊有真侪代志伫这当中拢总知，包括这当中无论好的歹的。主耶稣拢总知，伊讲我知影你的行为，我嘛知影你真殷勤伫教会内底服侍，我嘛知影你真够忍耐，吞忍别人对着你的误会，甚至是伤害。主讲我嘛知影你袂当永远歹人，你嘛捌真认真伫这当中去辨别真理。总是你也伫通过这个过程内底，你了解有一寡人伊毋是真正的使徒。伊只不过是为着一寡代志，为着一寡特别的目的在服侍。主耶稣讲，这个我拢总知，并且主耶稣讲在，你会当忍耐，毋是安怎忍耐？为着我的名来受苦，并无野善。有时阵咱互人误会一解，有时阵别人攻击咱一解，咱可能会伫迄个时阵感觉讲，你是安怎安尼？上帝，你开拢无咧听我。但是上帝讲，我知影。我知影，我知影。主耶稣知影你一切所行的美好，伊明白你所有的一切。但是主耶稣伫这个所在甲伊讲，第40讲，总是有这样代志，我爱甲你责备，就是你甲起初的疼心对落了，离去了，放杀了，所以应当爱回想是你是对倒对落的，并着爱悔改，行你起初所行的代志。你若无悔改，我就临到遐。甲你的灯台刷开去。圣经伫这个所在讲，伊有所教诲，伊有真侪通称颂学老的所在。头前迄个所在是主耶稣对着伊的学老，对着伊的明白，对着伊的了解，甲伊所讲的这个代志。总是主耶稣伫甲伊讲这个代志了，佮甲伊讲这样代志，讲总是有这样代志，我爱甲你提醒，
对着生命对落的所在翻头倒转来。有所教会，伊谁人会冷淡，伊谁人会退后，渐渐冷淡退后的原因，无定着对咱基督徒嘛是安尼。咱检测着咱的年日，咱有的时阵侍奉上帝，有的时阵互咱误会，有的时阵咱行到一个地步，改成咱的生活，改成也无像咱所以爱的安尼。总是咱斟酌看第1节到第3节，伫即当中，基督徒的生活改成嘛毋是真富足，改成嘛毋是真顺遂，改成嘛是有真济代志会迎心，但是主拢知影。痛心会对倒位显明出来，就是伫即个过程内底去显明出来。所以上帝伫迄个所在，甲有所教会兄弟姊妹，主要所伫迄个所在，甲伊讲，恁着斟酌，因啥怎因会有即款会冷淡的原因呢？咱若阁倒转去以弗所书，保罗捌写批互以弗所，了咱对以弗所书内底来找遮伊的遮个过程，伊即个卡热。以弗所教会可能失落起初的痛心的原因是啥物货？第一就是不法的代志，假师傅愈来愈侪。启示录内底讲，你捌伫即当中，咱读愈吐读的，讲你嘛捌试验迄自称做使徒，但伊毋是使徒，看出因是假来。是安怎因会安尼呢？咱伫即个所在来大先看，伫以弗所伫迄个所在，伊是一个非常大的城市。并且呢，伊伫当时的时代内底是上界大，全世界上界大的第2个大的图书馆。这个图书馆所有的这册，拢是对着埃及来的。埃及甲伊捐赠互以弗所。其实迄个时阵，以弗所是罗马所管。了后伫当中呢，伊就甲这册拢捐互以弗所。然后以弗所呢，伫迄当中册就愈来愈侪，册就愈来愈侪。遐有真侪人真爱读册。所以因的学问就愈来愈侪，总是因这个学问愈来愈侪，伊你略通来看，这是因遐的图书馆，非常大间的图书馆。那么这个图书馆，伊迄个名叫做啥？塞尔苏斯，塞涅索斯这个图书馆，伫迄当中这个图书馆非常的大间，你也通看见，这是伊的正面。也真少爱看是看这人啊。看这人比拼起来的时阵，你就会了解。你看这人但是呢，这一个1楼、2楼、3楼、4楼、5楼、6楼、7楼、8楼、9楼、10楼，上少一定要有10楼悬，上少一定要有10楼悬。总之，你家看的时阵，这册非常的多，是当时世界上界大的图书馆，第2个大的图书馆。到这边门拢抑阁是，这头前的部分搁较头前这部分遮。已经拢总地动的时阵震动倒去害去，所以伫这当中，这先生、这老师，伫迄当中有真侪人真熬讲道伫教会内底，总是主要所甲伊讲，伫当中有一寡使徒，因是怎样，甲家己的腹肚当作神明，亲像伊伫这当中就是通过所讲的道，了伊伫迄个所在。讲人爱听的道，是安怎会安尼？因为伫迄个时阵，以弗所有第2大的即个图书馆，真侪人愈讲道的时阵，就愈来愈无讲圣经。就亲像今仔日的教会内底做一个统计，已经有愈来愈侪物件咧代替圣经的真理，个人主义、心理学。经济学已经愈来愈进入到伫人的活命当中。圣经内底甲咱讲，上界大的经济学是啥物货？1/10的奉献是上界大的经济学。但是这个世界内底真侪教会，也是讲有一寡教会已经愈来愈侪咧甲你讲，要安怎样投资，要安怎样理财，但是就是无讲1/10。所以伫这当中，人也伫迄个所在听到真侪成功的案例，总是1/10就愈来愈无奉献，因为因摕去投资，愈来愈挖靠家己的溃烂。所以伫这当中，圣经讲
咱人要有久长的活命，总是伫这个久长的活命内底，圣经甲咱提醒，真正要互人得到久长活命，上界重要第一项代志是啥？就爱孝敬父母，互你伫地面上的日子得到久长，因为这是第一条带着应允的祝福甲诫命。所以圣经讲，上界重要的是啥？上界重要的是大生会要孝敬父母，咱的年日就会得到久长。但是即摆的时代内底，真侪人甚至有的教会，定定咧甲你卖啥物货，卖营养食品，卖安怎样啊食，食了会安怎样好。我毋是讲遐物件毋好，但是食真侪保养品，但是无孝敬父母，安尼是毋是渐渐地离开上帝的道路去？所以伫圣经内底，咱所提醒的这个代志，真侪人因是讲人爱听，即款自我主义愈来愈强，就是我免我靠上帝，我只要靠着世界的方法，我就会当行安尼做。所以传道人伫教会内底传讲真理的，用着世界的道理来代替上帝的真理，并且人意爱听。也因为安尼，所以人真爱军队伊，摕钱来供养伊。圣经讲，这就是敛财。因的腹肚就是家己的生命，伊其实是贪爱钱财的。第二，伫教会内底有名望的人，伊就要成做政权者、霸权者。我伫教会以外，我是做律师的，我是做医生的。我是伫外口有名望、有地位的。我先后入来遮，就爱听牧师、爱听传道因所讲的话呢。所以，伊伫这当中用着外口的权势入来含牧师传道三争。亲爱兄弟姊妹，圣经内底讲，上帝通过伊所设立的，有传福音的，有教师，有使徒。上帝设立者伫教会内面，但是人伫这当中，伊就对外口讲：我是医生，我是律师，我即摆我先后都爱听牧师传道的话，所以就甲教会内底用甲分裂去。今仔日毋是牧师传道因爱争这份，是因为上帝甲这份的职务交托伫伊的身上。圣经内底咧讲到选执事的时阵，对头到落尾。无讲到伊的学历，无讲到伊的头衔，伊是讲到爱互圣灵充满，无贪不义之财，会当疼惜兄弟姊妹，用着即款的来表达甲上帝三甲同行，三甲做伙侍奉的。另外一款人，伊伫教会内底，就是甲教会当做家己的事业咧经营。这款心志毋是毋好，但是如果若是将着教会甲当做家己的事业，变做咧控制兄弟姊妹，安尼就毋好。教会是每一位兄弟姊妹甘心乐意，愿意军队迄一位效法基督的领袖。保罗讲：恁着爱学我，但是保罗讲恁着爱学我，伊后壁佫有一句话，讲啥？亲像我。学基督同款，所以教会无应该成做假使徒徛起的所在。今仔日教会需要同齐甲上帝三甲同行，无论是牧师传道，任何倒一位兄弟姊妹，小组长执事，拢总是同款。咱教会是上帝的教会，咱是加入教会，咱毋是咧经营教会。是咱同齐超找上帝，同齐甲上帝三甲同行。所以，当教会内底若是愈来愈济用着其他的物件来代替上帝的真理，虽然讲的道人真意爱听，但是将其落尾伊会失落去，对着上帝国来失落。圣经主耶稣基督讲：你着斟酌。因为你若无行你起初所行的，你若无悔改，我就临到你遐，甲你的灯台对原来的所在甲伊刷开，教会会失去阳光，
教会的软弱，教会的到一日的落寞，拢总无去。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今仔日咱需要诚侪真正的教会。牧师娘因带咱所同齐唱的首诗歌，是荣耀的教会。甲咱身边兄弟姊妹讲，咱存在要成做荣耀的教会。甲伊讲来，所以是一个荣耀的教会。了，主耶稣基督甲伊讲，恢复到伊是安怎有所教会的对落呢？因为因恢复到因以前还未信主的状态内底。有所书内底讲，有所教会兄弟姊妹啊，古早的时阵，恁伫当中还未信主以前，恁伫当中做代志做人，随趁今世风俗，顺趁空中掌权的首领，就是现今伫背逆之主心中运行的邪灵。所以，这人因过去是对着妈祖咧行，对着这女神天后咧行。主耶稣伫迄个所在甲伊讲，所以我甲你讲，伫主内面确实甲你讲，这是保罗对有所教会讲的。但是来到伫约翰伫拔摩海岛的时阵，伊抑搁伫这个所在，搁再一间甲因讲，恁伫这当中，伫主内面确实讲，恁做代志安怎，毋通搁像外邦人存懒散的心。过去安尼来到伫使徒来到伫启示录的时阵。是毋是因也有可能是安尼呢？咱毋知影，但是是真有可能。是安怎样安尼讲呢？有所是当时内底因介伫当中啊，介出名，因有一个庙，迄个庙啊，叫做阿底米神庙，伊是古早世界7大机关之一。这个庙长127公尺，宽66公尺，悬18公尺，差不多比一座橄榄球场也是。一个骹球场抑搁较大，庙身拢共有127支条啊，是127个国王，也是部落的族长啊，全部拢是用大理石所起造起来。咱会当了解看，就是这座。但是这座毋是真的啊，这座是模型但是伊甲伊恢复起来。甲伊恢复起来，这嘛毋是，这阮有去，阮即一届去时阵无去看到即座，但是你甲伊看，伊这对头到落尾拢共127支条是族长也是咱讲这个啥酋长部落的酋长，伫这个所在所用出来，因现非常的大，一个球场差不多有偌大呢？差不多咱加济女中遮尔大，上少一定有加济女中遮尔大。了，因所拜的神明是这个神明，这毋是木龟这是伊的乳房、灵房、年但是这是啥？多产的女神，就是讲伊熬生熬饲，所以因拜这款的神明。迄个时阵，因的神明是遮尔，因拜这个是主要的神明。当因拜这个神明的时候，这个神明伫迄个所在伫土耳其真济所在，你会当看，拢有咧卖这身，大身的、细身的拢总有。这阮是伫博物馆迄个所在翕的。所以呢，伊甲这个神明一世界拢总有在卖。但是这款的神明真灵性，并且周围的人逐个人拢总安尼，所以变做有一款叫做啥从众心理，别人咱逐个人拢安尼做，我嘛安尼做。过去的时阵，就安尼做，信耶稣就袂当去食，就袂当做这，袂当拜神明，袂当食拜拜的物件，真济代志颠骹破手，所以到落尾手的时阵，安怎？佮翻头倒转去，佮行古早所行的路。亲爱兄弟姊妹，所以保罗甲因讲啥话？讲你甲起初听主的心放无去，弃绝了，是安怎？因为听家己较赢过听上帝。这是入去以为所的时阵的一个所在，入去以为所一个所迄个门口遐。阮伫遐入去的时阵你会当看到讲这是另外一个所在。阮入去到一个所在，入去到这个所在的时阵你也看这个所在介成无啥，但是这是伫图书馆的对面。
图书馆的对面，其实抑阁是伫非常老这个所在。头我你看到迄个介大间迄间图书馆，但是这啥？这是图书馆的对面。图书馆的对面是啥？是八大特种营业就是这个啥物货？基督户啦，就是基督户。所以真侪人的时因为同齐做去这个所在，了因为有所是一个海港城，真侪船员落来的时阵因这个生理上的需要，身体上的需要，所以因若甲咱问讲，基督户要安怎去？安尼足歹势，对毋对？所以因袂安尼问，因为讲请问图书馆要安怎去？安知吼？若找到图书馆，就会找到迄个所在，安尼听我意思无？所以有所有流传一个笑话讲，嘛是咧甲人亏啦咧甲人揢咧甲人亏讲。最近拢偷走去图书馆咧读册所以人若安尼讲的时阵，你也知影迄句话毋是好话最近拢偷走去图书馆其实迄句话毋是好话，迄是有所有人因安尼讲。所以，但是过去的时阵，安怎因会当安尼所以，今仔日信主耶稣到一段落的时阵，感觉讲真侪代志，我以前都拢会当做是安怎，即马颠倒袂当做。但是伊毋知影。即款的情景就是安怎，甲罪恶愈来愈黏做伙，终其落尾，伊的活命就是灭亡。所以伫即款情景内底呢，保罗甲以弗所教会讲，主耶稣嘛甲以弗所教会讲，你过去听上帝国的听心，今仔日你阁走倒转去，同齐和世界联合做伙。你无听我，你听即个世界，你无爱圣洁，爱甲即个世界同齐做伙误会，所以主耶稣甲伊讲：你将起初的疼心拍无去了。另外，这是以弗所的剧场咧做戏剧的所在。那么伫这当中做戏剧，古早的时阵这个以弗所这个戏剧的剧场这是当时世界伫罗马世界，伫罗马时代内底上界大的剧场是伫罗马竞技场。但是呢，伫托尼基内底上界大的就是这个，也是当时罗马统治的世界当中第二个大戏。这个第二个大戏呢，伊会当安尼坐呢，这拢是观众席拢是。观众的坐的所在，拢总会当坐25000个人上少，上少会当坐25000个人。那么伫这当中所演的戏剧呢，这当中所演的戏剧，拢是希腊神明的戏剧。你若有斟酌看过，还是捌听过希腊神明的爱情故事会当讲就是一个淫乱的故事。总是呢，因伫这当中呢演出的时阵一律拢总无用女演员，对头到落尾拢无用女演员。毋过需要有女演员爱有女性的角色但是这款女性的角色，就有查甫的人来反串，就是查甫去化妆做查某的。咱若捌看过这个泰国的变性的人，你有看到一寡迄查甫画起来的时阵，比查某囡仔更较查某囡仔呢。所以也因为安尼，所以安怎戏剧团内底，迄个无甲偌好的代志也足够发生。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伫这当中，一方面是戏剧圈，戏剧圈内底的这个人，一方面是遐所呈现的故事。保罗甲因讲，恁茫去看遮。主耶稣甲因讲，恁若阁甲遮会定定夹做伙，但是迄是因的误路。总是当含遮个代志夹做伙的时阵，人的性情就愈来愈偏向即款的过程。咱含啥物人做伙，咱含啥物思想做伙，
咱和什么戏剧做伙，咱就会愈来愈变成迄款的人。免我检验咱家己是毋是安尼的人呢？咱就是怎样？看咱的时间拢用伫倒位，咱的金钱拢用伫倒位，安尼就会当检验出来，咱即个人到底大部分拢是安怎样的人？这无法度有别人替你检查，独独咱家己有法度检查咱家己。主耶稣会当检查，会记一项代志。主耶稣伫头前的时阵讲啥？我知影，嘛知影，并且我嘛知影。主耶稣连续讲3摆，我知影，嘛知影，并且我也知。亲爱兄弟姊妹，主耶稣知影咱是啥？咱只有倒转来到伫主耶稣的内面，咱才有可能会当看出咱家己是啥物人。我有一届伫中国听过一句话，伊讲：你莫甲我逼哦，你莫甲我逼哦，你若甲我逼了伤过凶，我含家己都有欺骗我家己哦。啊，你听无？你不要逼我，你把我逼急了，我连自己都会欺骗我自己哦。你知影？偌尔啊济时阵，咱容易安尼，含家己都拢总骗，但是。有的时阵是世界甲咱骗，有时阵是咱家己甲咱家己骗。但是真耶稣基督讲啥？我就是七星，我就是啥？金灯台。我来到你的内面，要照明你心中的黑暗。我出现，黑暗会过去。所以主耶稣讲：来就近我，我要甲你相同行。有所有另外一个真重要的代志，伊是当时罗马世界内底第2大的什么会贸易中心。而且世界各国的中外的会啊，这物件拢摕来这个所在咧拍卖。你看这条这么悬，这么大，这全部拢总是咧摆物件世界各国的物件拢总伫这个所在，香料啦、金啦、鱼啦、啥物货啊，全部的物件。拢总摆伫这个所在，这对遮安尼一直摆，各位遮一直摆，各位遮一直摆。这一地一条路上少250公尺，上少250公尺。所以全世界的贸易拢伫迄个所在。安尼因真侪人来到伫遮呢贸易，所以兄弟姊妹嘛有真侪人是做生意的啊。所以因伫这当中也真意爱通过经济来表达家己的观念。所以伫这当中圣经伫遮甲因讲你起初的疼心拍无去我毋是讲咱无应该认真做生意，但是当人到落尾手的时阵，掠做生意变做人生的目标，安尼就真有可能咱的事奉到落尾手，咱敬拜上帝会甲变做敬拜迄个阿底米女神同款。互咱会当愈来愈丰盛，但是终其落尾，咱的画面是啥？是互我家己丰盛。我信上帝是要互我丰盛，到落尾，起头上帝创造咱是要借着咱去祝福别人，但是到落尾，咱是期待上帝你赐互我会当去控制别人。你知影全世界80%的财富是落伫20%的人的手中，所以有一个物件做奶嘴乐，奶嘴乐这个物件到底现主时是毋知敢若有一本册讲，但是呢，其他人无甲我清楚。总是伊迄个内底是咧讲，通过这个世界的精英，因同齐伫个所在讲，咱趁真侪钱。但是咱照顾，互因安怎样，食袂饱，枵袂死，安尼咱就安怎？咱就用袂尽的路财。亲爱兄弟姊妹，这是一个真恐怖。虽然有真侪人讲伊是阴谋论啦总是无论安怎样咱会当看见，这个世界确实是安尼。有一幅图内底安尼讲送乡人去溪边钓鱼，对，甲鱼放伫伊的鱼笼内。这个鱼箱内底，但是好野人安怎样？好野人用迄个钓竿直接入去倒位送乡人的迄个
鱼箱内底，甲伊的鱼仔钓走去。所以到尾手，上界努力拍拼的人，得无到伊应该得的利顺。这是上帝所讲，或者无公义的代志。所以求主帮助咱，咱若认捌基督，就亲像约瑟，旧约的约瑟，受上帝试验，知影伊是属上帝的人。到伫落尾，伊犹原会当管理、祝福这个世代。伊是希伯来人，但是伊活伫埃及的世界，但是伊用上帝的法则来治理埃及，来祝福埃及。咱是上帝国的百姓，活伫这个世代，用上帝国的行为规矩、上帝律例典章来徛起伫这个世界，咱的活命才会当称作继承上帝的囝儿。哦，这也是拢是迄个所在。了，另外又有另外一个问题，圣经伫这个所在讲，求伊借着伊丰盛的阳光，借着你的灵，互恁心内快乐刚强起来。又另外，保罗劝勉又教兄弟姊妹讲，所以为着这个缘故，人爱离开父母，甲伊的太太、妻子联合，两个人成做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甲教会讲的。保罗咧讲这个代志，咱真侪时阵会伫这个圣经5章22节，以有所书迄阵开始。咱会伫婚礼内底读这段经文，但是真奇妙诶！保罗讲啥？我讲这个代志，毋过是啥？是指着基督甲教会讲诶。伊伫这当中，较毋是讲啥？较毋是讲夫妻诶代志哦。伊诶重点虽然伊是用夫妻即款诶理论咧讲，但是伊讲我上介重诶是要指着啥？耶稣基督甲伊诶教会就是咱。咱每一个人拢是耶稣基督的新娘，耶稣基督是新郎。保罗讲，安尼咱就爱离开父母，甲妻子联合。耶稣基督离开天父上帝来甲咱联合，了咱做伊的母囝，咱也离开父母，甲耶稣基督联合。这个咧讲啥话？咧讲到讲咱的信仰无法度违传。每一个人认捌上帝，伊是安怎样啊？伊是传承的，必须要咱和耶稣基督认捌，咱才有法度得到上帝所赏赐的救恩。咱爱真正去体验上帝，咱毋是对着这个世界来看，毋是讲这个世界互咱偌济财富，乃是要用咱的活命来显明上帝的权能。用咱的活命来见证上帝伫咱的身上，用咱的活命，因为有上帝能力的同在，因为有圣洁的活命对咱的内面生发出来，所以咱会当见证是上帝甲咱同在。咱毋是干那是真理甲道理的对决，也是圣洁甲误会的对决。通过圣洁的活命，咱会当领受权柄。赢过黑暗的权势，或者是咱活命当中三个大的对决。所以主耶稣伫这个所在，对着有所教会讲，你着爱翻头去想，想看卖你是对倒对落的，着爱悔改，行你起初所行的代志。你若无悔改，我着要临到你遐，甲你的灯台对原来的所在刷开去。所以有所保罗嘛捌甲因提醒。所以主讲啊，你这困去的人，着安怎醒过来？对死你，搁我基督着安怎要光照你？所以对着有所教会，保罗甲因劝勉，来到伫这个时阵，主耶稣搁再一届甲因劝勉，安尼也表明一项代志，就是咱有的时阵也搁真容易对着这个世界咧行。对保罗到伫约翰。
伫拔摩海岛写批予以弗所教会的时阵，这当中大概还阁经过120年，10几年的时间内底，耶稣基督关心伊的教会，以弗所教会。保罗捌对以弗所教会提醒，来到伫这个时阵，主耶稣佮借着老约翰，甲以弗所教会讲，对所讲的话是同款的。你着爱翻头倒转来行，你起初所行，迄款的热心，迄款的疼惜。保罗对因讲，也是讲啥？所以主讲。你这困去的人，干哪爱醒过来？对死内底讲话，基督的光就要照你。亲爱兄弟姊妹，圣经伫这个所在讲，是主对伊讲，你着爱行你起初原来所行的代志。人会为着世界伫迄个所在拍拼来努力，伊的名检彩也会受纪念。这是伫以弗所内底一个真好的王哈。叫做哈德良神庙嘛吼，其实是皇帝，这以弗所吼伫罗马时代内底迄阵罗马的皇帝会定定为家己会用家己的名来起这个庙来纪念伊的神明，也是互人记掉伊的名，所以甲这个伊这是叫或者哈德良啦哈德良神庙，其实是用伊的名来起。但是啥拜因的神，总是人会记掉伊的名。这当中这是迄个庙。伊是罗马皇帝5个上介好的皇帝其中的一位。总是这个哈德良神庙到因处时伊就是干那变做安尼啦。原本是搁有后壁真济所在真水的，但是即马就是干那剩这个庙这个神庙的庙门留伫迄个所在。了伫这当中有摊拄毋是有讲嘛？这个阿底米神的神庙，这是伫1874年的时阵去挖到的。人发现到迄个神庙阿底米就127支条的迄个，你也看迄个庙到现处是安怎？挖到的时阵伫下骹面啦但是迄个原来自治者人用着所挖到的石头，甲这条起一支条伫遮做纪念。今仔日迄个神庙安怎无去啊？无去啊！上介大的神庙无去啊！另外，这也是以弗所的遗址阮入去的时候，要入去另外伊这个地下门的，这是为遮这另外一个门要入来，要去入个所在，嘛拢已经无去。这是以弗所迄个所在以弗所出产大理石，也是讲土耳其这个所在大理石出产真济。那以弗所这个所在嘛出非常的济。这是啥？敢知？这毋是豆腐呢？这是棺材啦。棺材全部拢总是啥？拢总用大理石做的。了，阮伫个所在阮含另外一个这个木朴素的啦，阮2个人就伫遐讲，无你大声敬一句啊，看你要爱倒一个。我会甲各位讲诶，世界所有一切拢会过去。圣经讲，圣灵正教会所讲诶，有耳听诶，就应该听。若是得胜诶，我要将上帝乐园生命树诶果子互伊食。这是另外一个所在，安尼伫以弗所内底，这圣约翰大教堂。这个教堂的约翰是啥物人？就是伫拔摩海岛迄个约翰，就是写这个启示录的约翰。那么呢，约翰呢，伊伫年中的日子，伊是伫徛起伫以弗所这个所在。那么这个所在佫有另外一个或者玛利亚。徛起的所在，其实咱会记《四福音书》内底讲到，耶稣基督对约翰讲啥物话？甲约翰讲，母亲囝儿看你的母亲，了甲玛利亚讲，母亲看你的囝儿，有无？迄个所在就安尼，甲玛利亚交代互老约翰。
约翰伊住伫这个所在，伊照顾玛利亚一直到伊离世的时阵，并且约翰也是一生为主尽忠。人为着要纪念老约翰所做的，所以就伫伊有所这个所在起了一个非常大的礼拜堂，起了一个非常大的礼拜堂。这是迄个礼拜堂的位置哦。你来看讲这个礼拜堂有偌大就好啊吼，是非常的大。听讲是除了这个阿迪麦亚米底阿米底这个女神的神庙以外，伊有所上界大的宗教建筑就是这个。哦，所以是非常大的一个礼拜堂。这是对着当中哦，你会当看伊的边仔门哦。这是伊的中庭。哦，伊个亭伫当中安尼会当看见。那么伫这当中哦，这是伫遐哦，伊摆变喺墙内底哦，刻落来这物件。你也看伊这个所在遮哦，是一个啥？军徽哦，做兵的，就是讲咱做空军的、做陆军的，啥物货哦，有一个军徽啦吼，这是伫当中所有的。那么通过这个军徽来甲咱讲啥？基督徒伫地面上应该成做军队，咱爱成做军队。世间本来就是安怎，罪恶一直要侵占良善，但是咱爱靠着基督来赢过这个困难，赢过这个试探。这是伫当时吼这个礼拜堂的复原的模型哦，伊伫这当中哦，改若是有。这礼拜堂原来形状就是安尼，哦。虽然伫真艰苦的环境内底，但是伊有所教会主耶稣对因讲，对着一个上界困难的环境当中，虽然遐尔困难，但是犹原会当安怎？对着极困难的环境、真抗旱的所在，犹原会当生出青翠的活命。伊虽然是遮尔大，无啥咧落雨，但是因为活命伫其中，所以伊会当对着壁棚当中生出真水的活命。亲爱兄弟姊妹，咱是毋是有将基督的话语放伫咱的内心？咱若将基督的话语放伫咱的内心，搁较恶劣的环境都无法度阻挡生命的成长，因为伫伊的内面。真理的生命，有真理的道伫伊的内面。圣经内底讲，伊要亲像根出伫抗旱的土地，虽然抗旱来临无落雨，但是伊犹原要结出果子来。伊的叶青翠，伊的结实累累。这是阮伫土耳其哦，足够看到的所在的物件吼。这哦。逐丛树啊，用要逐丛树啊，拢生足侪柑仔啦吼。奇怪，拢无人咧挽呢。我拢甲牧师娘讲吼，好，迄虫仔春出去后就挽着，毋过游览车的虫仔都拢捌的啦，都袂当拍开哩，无春出去就挽着，真济真济。哦，你也看，就是安尼啊，麻死啊吼。但是你安怎？人有上帝真理伫个内面，伊就结果子无煞。哦，买手的时阵，我伫土耳其哦，看到这啊，我人生第一届看到这个物件。这个物件叫做啥？流苏葡萄风信子。哦，这个名有好无？哦，足水对无？咱伊的花语嘛真水哦。哦，伊有这啥？忧郁的爱。哦，这就是花语。忧郁，什么叫做忧郁的爱呢？你若得到我的疼，你一定人生足幸福快乐。这敢无亲像耶稣咧甲咱讲的话？哦，你若得到我，你的人生就一定会幸福快乐。搁再来啊，有伫真济中东甲欧洲的文化当中，这个流苏葡萄风信子，伊讲看做幸福甲望的象征。这敢无亲像基督所赏赐互咱的？搁上界水的一个吼，我上界爱。有人嘛称伊做啥？汉地的冠冕。哦，这我上界爱。有无？你无看伊即顶有无？有成王冠无？哦，我感觉足成诶，我是感觉伊足成王冠，所以有人称伊做啥？汉地的冠冕，或者是旷野的冠冕。亲爱兄弟姊妹，
咱若将上帝的话放伫咱的心内底，咱就会得到伊的疼，咱会非常的幸福。咱伫基督伫真困难旷野内底，咱会当看到希望，会当看到幸福。咱的活命，要因为伫这个苦难内底，为咱接住安怎上帝国的冠冕。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主耶稣写批互伊有所教诲，主耶稣甲伊讲：你所有的苦情，我拢总知。主耶稣甲伊讲：你着爱反省。咱活命每到一个地步，咱着爱反省。咱甲过去起初的时阵，听主的心有减少无？有增加无？我抑阁有行伫起初上帝爱我所行的路无？我的1/10的奉献，我的人生的规划，我的经济的打算，我活到即仔，我是毋是愈来愈成做人的祝福？是毋是愈来愈互上帝欢喜我的生命？还是我已经愈来愈顾惜我家己？伫阮伫土耳其的日子内底，了后有听到教皇过身的代志。了后有人整理教皇伊的言行举止，教皇伫伊的伊所留的遗书内底，伊有写一句话讲：我伫病院内底听到的虔诚祈祷，比伫礼拜堂内底听到的虔诚祈祷还阁较济。我阁讲一解，教皇讲一句话：我伫病院内底听到的虔诚祈祷，比人伫礼拜堂内底所听到的虔诚祈祷还阁较济。表明一项是啥物货？人生有一天拢会行到上路尾，但是迄个上路尾的时阵，咱的归宿伫倒位？才会套一句英杰兄、英杰师长甲我所讲的迄阵讲过的话。伊阵咧讲去到土耳其每一个古迹所看的拢同款的石头，同款的建筑，看来看去拢总是遐，是，并且拢总不成样子。今仔日我真正去看，拢总是安尼无毋对。伊的过去，就是圣约翰大礼拜堂，嘛是敢若留落即个遗迹，互人伫迄个所在对思纪念。但是，亲爱兄弟姊妹，咱的名字要受主耶稣纪念，咱的名字要写伫活命册的顶面。只有咱找倒转来起初听上帝的心，咱才无抵到主耶稣对咱所讲的，讲咱若无悔改，主就要临到咱遮，结果咱的灯台安怎，互刷开去。所以你毋好相信啥物一届得救，就永远拢总得救。毋通相信讲受洗，就永远会得救。我今日洗了好啊，我后礼拜毋免来啊。你毋好想即个话。咱才行伫即个得救的道路上，坚持到底，持守上帝活命的道路，到伫路尾，咱就会得到。我会感觉，你亲像迄个啥，流苏葡萄风信子，伊称做啥？抗旱之地的冠冕，也称做旷野的冠冕。就是伫极困难的日子内底，因为持守主的话语，遵行伫伊的道路，终其路尾，咱会得到迄个永远的免流。三甲头来祈祷，主平安的上帝，
愿你帮助阮，加添阮的心神快乐。祝福阮确确实实知影是，祝你知影阮一切的苦情，你嘛了解阮真认真行伫这条道路，并且你嘛知影阮所受一切的苦楚。祝愿伫你的面前向你祈祷，帮助阮，互阮更较用心伫你的真理内底，互阮会当有逐样的财物，但是上界重要，迄个财物，迄个知识，就是认捌耶和华上帝，敬畏主你所讲一切话语，照你的话所讲，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捌至圣者，才是阮真正的聪明。阮若行你的话，阮就是行伫活命的道路顶面。虽然伫世间有苦难、有迷惑、有逐样最终之乐，但你应允阮，对主你来行。阮虽然亲像紧出伫大地，但是犹原倚靠主你活命的水泉，阮会通笑青喙，并且要结果子累累。主你继续施恩怜悯帮助阮，互阮伫主你所互阮的话语内底，明白你的知影，反省阮所行的道路，并且持守所信的道，一直到主你成就你一切应当伫阮的身上，伫你的教会。同心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毋知有新来兄弟姊妹无？是无？咱这是三个做伙用感恩的心同齐来奉献。就亲像咱拄教牧师所讲的，每一届的奉献拢是对主的回应。伫主的听内底，的确会晓得，迄个属灵的经营的法则，是遵主的话语做大。咱若照主的话语来行，咱就会经历主以特别上帝国、天国的法则，因为伊是信实的上帝，伊的确爱照着伊的话来成就伫咱的当中，同齐起立，同心来奉献。无听见主的声音，情深都走个断琴，深情被极其尊荣，靠主保卫讲了声，是荣耀教会圣洁个无下数，世地救主的保卫，是荣耀教会。下数，世地救主的保护，也无听见美妙歌声，孤孤低头升天声，勇敢得胜的大军队，战胜美好的魔鬼，是荣耀教会圣洁个无下数。世地救主的保护，是荣耀教会圣洁个无下数。世地救主的保护，也去滚滚欢呼乐，胜利无久就来到，得胜稳主也接胜道。一同做王做欢呼，是荣耀教会圣洁个无下数，世地救主的保护，是荣耀教会圣洁个无下数，世地救主的保护，是荣耀教会圣洁个无下数。世
神的救主的保护，是荣耀教会，圣洁个无下数。神的救主的保护，阿门。全能的主上帝，的确要照着你心中美好的善念，亲自成就你一切美好的荣光。因为伊是知影你一切所事的主上帝。全能的主上帝也要赏赐予你能力，通予你对着软弱的所在勇行起来。因为伊所赏赐予你是刚强壮大、仁爱坚守的心。各愿上帝亲自照着伊的应允。赏赐予你活命的果子，因为你持守伊的圣洁，倚靠伊的话语，伫一切的事上靠圣灵的扶持，顺探圣灵的引带，就要予你得胜、得胜、得胜，各有春。愿主纪念你手中所有一切的奉献，以及你脚所行的路，拢伫伊公义正直的道路，就叫你的活命长存。叫你的仁义受纪念，并且予你伫地面上徛起的日子，真侪上帝荣光的见证。直到见伊的日子，甲伊同齐进入伊荣耀的国度，含伊三角徛起，直到世世代代无穷无尽。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那今日第2堂礼拜就到这，过一段落。上帝赐福大家平安。